好，我哋爱办理结婚登记。前几日呢，我哋有先打电话来意哟。哦，恭喜你哋哦，应该都满24吼，两位抢下来登记哦，真嘅系顺顺对对，万年富贵哦。哦，安子说，没中到，步步高升，百福千祥哦。安子说，嘅结婚书要留身份证同户口名簿有准备冇？哦，第二片，也位系准婚嘅阿爸阿妹伫证人栏嘅签名。好，我同你问清楚，一定系记得本人亲自签的，错冇？系呀。还有你两张嘅相片，我看一下，要相片当中特色的哦，是要专业证件照嘅种哦。我测4.5公分，橫3.5公分嘅。秋同讲做唔得吼，唔信，哼！佢样样嘅神哦。唔是少，这片就有一台快翕機器，你去翕一下，當架就好。不過要注意蛋糕嘅說明哦，額頭都行啱，唔就等使用說明做就錯嘅。我同意，冇有翕唔錯嘅。相片翕好嘛？好咧，請可以嗨。好，按樣就做得咧。鴉片有2位嘅資料，還有2位證人嘅簽名。結婚日期係今本日，請2位第2位簽名。填發沒有寫落去哦。戶口名簿、加完身份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張，規費總共係230個元，請等一下哦。安子說。